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风台消息。中度风台苏拉是当日逼挖咱台湾，拜三拜四会离咱上近。气象局是认为讲，伊可能会阁变强，变做强度风台。按算是暗时11点半会发海上警报。要若是陆上警报，大概是明仔载过昼会发布。这东部甲南部拢伫咧警戒范围内。另外，今日早起是阁有一粒风台海葵形成，这两粒风台敢会相牵，爱阁观察。迎接拜二上班上课日，台北下晡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形态，落阵阵大雨。气象局表示，因为苏拉风台渐渐挖近台湾，上紧下暗也是明仔日透早就发布海警，若是陆警上紧拜日下晡发布，尤其是这几个县市拢伫警戒范围。礼拜三、礼拜四呢，受到它的台风跟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可以看到影响最明显的地方哦，是先从东半部地区开始，特别是花东。南部的山区受到的影响也很大。在30号的白天，其实在我们的东南部，那另外距离台风比较远的北部呢，其实就是受到峡管效应，就是台湾海峡的影响，在北部比较远的地方，风力也会增加。气象局表示，以目前预测来看，苏拉风台未来有机会发展成强烈风台。虽然苏拉风台中心点未吸到陆地，不过要注意风台暴风区也有外围环流，会伫拜三甲拜四影响东半部甲南部地区，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还是大水雨。一直到拜五甲拜六，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天气也是无稳定。另外，大家注意的是，伫关岛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，第28早起已经形成今年第11号轻度风台叫海葵，未来向西北方向往琉球的海面过去。甚至有机会甲苏拉风台形成电源效应，气象专家是安尼讲。它最多就是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，但是这个苏拉它已经强烈台风，所以反而是这个苏拉带着它往西边拉的分量走，所以基本上要有这个互动能源效应的机会不是很高。专家指出，因为这届苏拉风台的暴风范围比顶一届的杜苏芮风台更较靠近台湾，尤其东半部加云林以南地区，拢要特别严加戒备，才会当降低风台的大风大雨所带来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